我作為肺癌病人關注組嘅召集人，同埋一個第4期肺癌嘅病人，我係一個非吸煙第4期嘅肺癌康復者。我好高興施政報告提出將委託本地大學以 AI 協助肺癌篩查。我更加高興 Aspire 亞太區肺癌聯盟，佢特別請咗2位本地嘅專家去發布最新肺癌篩查相關嘅研究。我真係好想睇到香港實現肺癌早診早治，提高治愈率。多謝大家。我哋覺得呢個係一個可喜嘅進展嚟嘅，同時亦都希望將一分力咧去加快香港推行肺癌篩查同埋制定篩查嘅策略。因此咧 ，Aspire 今日咧就邀請咗2位我哋持續都有緊密合作嘅2位醫生啦，發表佢哋關於肺癌篩查嘅最新學術研究。希望咧為政府接落嚟嘅肺癌篩查計劃咧，可以提供更多有理論依據嘅建議。我哋分別係佢哋分別係環太平洋大學聯盟全球健康榮譽顧問黃志生醫生啦，以及亞太區對抗肺癌聯盟主席龍浩峰醫生。黃醫生咧將會為我哋分析香港人對LDCT 嘅接受程度同埋水平同埋認知水平。龍醫生咧則會為我哋分析咧唔同群體納入篩查嘅成本效益。咁而家咧就等我請黃醫生咧去分享佢嘅研究嘅成果。Thank you。好多謝晒 Miss Lee。咁咧就喺當中咧，我諗大家都好認識咧低劑量電腦掃描嘅呢一個嘅技術㗎啦。其實如果你翻開國際文獻同我哋睇到咧，亞太區起碼有9個國家或者地區已經實行咗，或者政府係建議使用低劑量電腦掃描去篩查癌症嘅時候咧，呢一個技術咧係毫無疑問地咧係得到大家嘅共識嘅。而香港我哋都係非常可喜咧，就係我哋喺43間公立醫院同埋13間嘅私營醫院以及其他嘅健康中心裏邊咧，都有呢個技術嘅，有個機器啦，所以硬件上咧，我哋從來咧係對於嚟緊嘅肺癌嘅篩查一啲都唔擔心。我哋反而要睇嘅另一個重要問題就係我哋嘅主要持份者，就係我哋香港嘅市民，能夠喺呢一個嘅篩查計劃裏邊咧得到惠及嘅，究竟佢哋嘅睇法點樣樣？因為即使呢個硬件在一點嗰度咧，如果軟件，譬如我哋講人啦，我哋會受篩查者啦，本身係唔選擇參加嘅。咁其實呢一個咧，會係對於我哋整個計劃咧係一個好大嘅折扣喺裏邊。咁所以我亦都好高興咧，我哋今天會同大家分享一下咧，就係我哋中心嘅同事，我哋本身咧係發現咧一個本地嘅大學一個嘅研究當中咧有一個嘅分享嘅。咁咧呢個嘅結果分享咧，我哋可以下張 slide 就見到咧，係喺過往嘅幾個月裏邊咧，我哋係分析咗1100多位香港市民咧，係隨機抽樣去訪問佢哋。睇下佢哋咧對於咧呢一個嘅低劑量電腦掃描去篩查肺癌嘅睇法。肺癌篩查嘅研究啦，咁我係龍浩峰醫生啦，咁我亦都係 represent 呢個 APCLC 呢個組織，咁亦都想今日咧用呢個時間咧分享下咧關於我哋做咗一個研究，就想睇下就係話呢個LDCT 用 LDCT 做肺癌嘅篩查嘅成本嘅效益。咁呢樣都好緊要嘅，因為其實我哋講緊。即係我哋希望香港政府會考慮，亦都會採納 LDCT 作為一個模式去篩查肺癌。咁到到最後尾，錢亦都好緊要嘅。咁所以我哋希望藉住呢一個研究，亦都藉住呢一個資料，希望可以幫到政府做一啲政策性嘅決定。好多謝阿龍醫生咧嘅分享啦。咁我諗呢一個嘅一個好重要嘅研究話俾我聽咧，成本嘅效益係好緊要嘅。因為咧，政府使用公帑嘅時候，佢必須要考慮咧，就係公帑使用係咪得宜。咁如果我哋見到咧一個咁鼓舞嘅即係資訊，就係話原來做肺癌嘅
嘅篩查係具成本效益咧？呢、個絕對係一個好合理嘅強心針。就我哋有啲嘅結論嘅。咁首先第一咧就係個政策建議嗰度啦。咁嚟近咧，我哋推行呢一個 Low Dose CT 低劑量電腦掃描嘅試點計劃咧，我哋希望可以咧係實現早診早治，越早診越早治，病人咧嗰個狀況係更理想。